过来是警察。 最近，伫个家人抓到一个性侵的通缉犯，讲这个案情扩大，有受害的外籍移工出面来压料，讲伊到台湾这9个月，互这个通缉犯长期甲拍，搁甲性侵。啊，移工的庇护中心更加来指控家人市政府的劳动局无去访视，敢若用电话来访问，甚至知影人要开记者会啊，才有所动作。啊，那家人市政府也未回应。 我在那雇主工作9个月，被人不礼貌的对待。敢若是想到提卖句就提甲皮皮错，受害者挂乌林目镜头终身整理情绪，话搁再讲出嘴，互人心惊惊。这个是被打之后，后来雇主用药水喷他，所以他会腐烂。被性侵。 摕出空喙的相片，红拍的分裂，这个1年的看护来台湾食头路9个多月，未输是地角。头家是把犯着性侵案的通缉犯，家己煞拢唔知。期间各项限制人身的自由，一直到7月初才有机会通逃走，向民间的团体တင်情。10几年嘞，他通缉这么久。 他通缉这么久，他还可以自己用自己的名义，然后去申请，而且得到许可。路政系统出问题，地点就伫咧家人。当事人指控劳动局伫工作期间无实际轰炸，敢若电话关心，知影要开记者会，案情要逼空，市政府才开始有动作。 昨天基隆市政府就突然冲到我们协会办公室，说他今天就是一定要见到这个移工，他甚至拿出手机对我们的工作人员录影，说我们妨碍他执行公务。那请问这样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他就是想要在记者会面前交差说，我也来看了，我也来关心移工了。非属初次新入境及优先访视对象，至尚未访视到该个案。对于今日记者会指出。 本府纵容性犯罪与事实不符。面对这案的指控，家人市政府回回讲，只是对移工后续的关心，未来会针对这个性质的移工较接来关心，卖互悲剧搁再重演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